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23公司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芷。咱先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今仔日水汽增加，大陆冷气团小可减少，拜五阁有一阵冷气团，天气会一直寒到年底。TikTok 抖音平台有一段影片是民进党郭建明在骂政府，郭建明讲这是假影片，已经报案提告。台铁公司化了后，了钱比前一年搁较严重。不过今年台铁卖便当的收入有可能会创下历史新高。新闻一开始，先来关心天气。今年第26号风台迫布上紧下暗都会成型。虽然风台未直接扫来台湾，不过外围环流的水汽真高。今仔日甲明仔载会上大雨。虽然今仔日大陆冷气团有小可减少，不过拜五会阁有一阵冷气团，天气应该会一直寒到年底。台北市乌云真高，天气真无稳定，有当时阁会熊熊落雨。气象署表示，这甲台湾南海附近的热带性低气压有关系。上近拜一暗时会成做今年第26号风台迫布。风台虽然对台湾未有直接的影响，不过拜一拜二会替台湾带来大量的雨水。今天所影响的南方水汽的话，就是跟这一个热带性低气压所带来的水汽有关。我们也可以看到，从定量降水预报图，今天其实雨区是比较广。明天的话，在西半部这边的降雨是有逐渐在趋缓的一个趋势。温度的部分，气象署表示，拜一开始大陆冷气团有慢慢减弱，圣诞节拜三迄天各地拢会回温，高温会恢复到24度至25度。不过这只是暂时的回温，拜五阁有一波大陆冷气团落南，预估一路会寒到12月底。下一波冷空气是从26号开始影响，特别是27号之后又回一波大陆冷气团南下。那我们预估在北台湾的温度大约是11到12度，其他地方是13到15度左右。刷落来，台湾会进入湿湿搁冷冷的天气形态。气象署拜一伫新竹、苗栗、马祖地区拢有7到10度以下的低温。气象署提醒民众，日夜温差真大，爱随时留意适大的心火跟状况。记者陈阿选柯敏哲台北报道。2024年剩无几天就要结束啊！台北101今年伫咧董事长高永哲的面册公开跨年宴会影片预告，引起讨论。嘛有立委是针对高永哲因翁仔某伫咧101点电话顶恩爱，感觉无妥当。内角球，内管理球，打破比赛结束了，中华队赢了。世界棒球12强冠军赛，上尾一局互全台湾的观众是紧紧看。报上的声音会中现伫台北101下年宴会表演。今年预告大成伫董事长高永哲以个人的买奖也公开，不过甲永年来比，拢是开记者会正式宣告，嘛受到外界质疑。那怎么样可以让流量可以马上瞬间串起来？就是我自己粉专的流量 share 到了101。烟火没放好，要么就跳海，要么就下台。家立委王世坚拍宣传的影片，高永哲强调讲，这波宣传拢总敢若开1万块。今年宴会表演上精彩的所在，就是演过拢是5分钟，今年增加1分钟，而且还佫会加上光雕甲音乐。不过具体呈现台湾英雄的方式，也无要公开。高永哲早起去立法院备询，立委对顶一日因翁仔某伫咧外场点顶做散开，也是有疑虑。嘉董事长不宜啦。哦，好，这个不宜啦，因为你们怎么秀恩爱，在旁边的地方，这是一个公共的平台，你用那个的话，人家就会讲公器私用。高永哲顶一日去日本，正是拜访101上大单一的股东，日上台湾议程中，传出对方有想要出脱持股，当咧甲特定的投资人直接。高永哲回应讲，已经有掌握，民进党立委郭国文讲，特定的对象都是中国信徒。快闪日本是去找伊藤忠吗？当然是啊。那状况怎么样呢？你要说你刚刚都不知道，你也跑了一趟日本，怎么会都不知道呢？我所有的细节都知道，但是这个是不能够现在讲的啊。台北101宴会表演就要到啊！高永哲强调讲，今年办宴会数量比演过较侪，嘛用台湾在地流行音乐，包括台湾上用，组织台湾在地力量，嘛希望天公伯啊，迄天会当好天，互宴会表演会当完美呈现。记者综合报道。那年底元旦节嘛要到啊，真侪人拢会交换礼物，不过就要注意这网络交关诈骗的问题。有诈骗集团是假做消费者骗卖物件的人，讲伊无法度自文，诈骗集团就提供货运的链接，骗卖物件的人点入去，黑量踅到了后，这受害者转8万万出去啊，才发现哄骗。警方提前卖好，做好嫌犯骗局，赶紧换所在查缉。被抓这个穿黑衫的查甫人，替诈骗集团提钱。
惊讲警方会先部署，所以临时换面交的地点，不过也是有警方发现，以投资跨境网络商店名义，利用虚拟货币投资。报案人见有获利，想要提领现金，对方以各种理由要求汇款认证才能出金，发觉遭到诈骗。诈骗案件真多，互大家心内拢惊惊。有一寡不法组织是派车手来提钱，有的是伫咧线上就把钱汇走，骗被害人的钱。一寡对话讲到被骗的过程，有人要卖物件，伫咧 FB 的卖场卖一寡录影用的充气床。也人卖电脑荧幕，拢是一寡旧货要转卖，赚一寡所费。也过有诈骗集团惊要买，一步一步骗卖人先汇款。会声称，他卖场的他未签署金流服务协议啊，或是托运条款等等，那要求呢，他点选这个假卖家提供的连结网址。一寡惊要买的人讲一大堆，就是一直拢无落单。甲被害人讲，因找汇运公司要求伊点连结签托运的条款。就伫这个时阵，换假银行客户服务人员来骗，讲若要认证，就要先扣款，了会退钱。其中一个卖人4点钟过来赚29笔，损失109万；另外一个是赚17笔，互伊骗108万。到钱无够的，才发现无啥对。我可能会去翻一下以前的，就是那些信誉积分还是什么的。如果真的 OK， 我就会相信他。我都已经有，其实都有各自都已经交给平台端了，那我还要再给你干嘛？就想就是诈骗啊！假卖物件骗卖人，这种诈骗的手法，伫咧官方的每个通报内面拢是前5名，日有55件，超过412万。怎么圣诞节要到话，佮拄到购买的旺季，伫网络上任何买卖也是要特别注意，千万唔能互人骗去。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刑事局锁定德联邦民警会婚林婚会，有一个查甫人涉嫌招一寡要未成年的囡仔加入暴力吐槽，警方拢总抓到11个成员，其中有5个人要未满18岁。专案是依照刑法妨害自由、伤害甲恐吓的罪嫌上班。大批警方严惩总入去嫌犯的主体掠人，到厝内发现主嫌已经浪港，随走去楼尾顶敲锤，掠到密伫露台的嫌犯。好，来，起来！哎，最后一个。警方敲出大批武器，也有重量5.51公克的二级毒品大麻，一概将11人拢抓起来。刑事局中打接到证据，有帮派分子伫咧婚林吸收在地人，对被害者暴力吐槽。其中5个被害者因为祭物也是小姐喙等小可代志，嫌犯着闹人甲因拍。动辄因系故纠纷，率众对无辜被害人施以暴力犯行，其中有5名被害人分别遭赖贤等人以催讨债务或口角纠纷为由，持械殴打、致伤及毁损车辆。警方表示，涉案的查甫人是德联邦民警会的婚林分会的干部，为着要扩大家己的势力，吸收挺恶的少年人行歹路，带转去的11个人，有5个是未成年。这些成员有一半以上是93到95年次，犯案的时间有些就是未成年的时候，大多都是没有在就学期间。警方侦讯了后，专案以刑法妨害自由、伤害、恐吓，也有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等罪，移送检方侦办。检方核实了后，处分涉案的查甫人5万块交保，其他成员分别处分3万块，限制自己，也有撤回。记者综合报道。花莲寿丰乡一间庙庄咧整修金炉，煞有一个工人伫金炉内底去互放落来砖仔甲焊着，砖分起，送病院嘛救无回来。姓高的工人和另外一个姓黄的工人，同做伙去整修庙的金炉。姓高的工人入去到金炉内底时，去互放起的砖仔甲缀掉咧。因为金炉真矮，消防员甲烟筒拆掉，为顶悬甲砖仔甲挖开，才总算甲人救出来。不过人是已经被喘气，嘛无心跳，送病院嘛救无回来。再来看台南有一个30多岁查甫人，今年11月中和厝内人讲要出门做工课3工，却失去联络。报案了后，查到人是走去泰国啊。后来厝内人收到这个查甫人信息，讲伊互骗去泰国甲缅甸的甲界园区，加上打找入尾斗3工，总算顺利甲人救出来。伫帽啊挂喙暗，手下无挂行李，这位敢若是被骗去泰国缅甸某一个园区的姓陈的查甫人。经过各方面找踪救援，昨下昼总算平安返来台湾。给我回家了，
这个姓陈的查甫人因老爸讲，11月中因后生家出来人讲，要出去工作3天，尾就无消无息。报警了才知讲后生人伫咧泰国。警察通知我说，他从高雄出境到泰国。我当下完全无力感，我不晓得说什么，寝食难安，我不晓得那日子怎么过，我感觉人生是绝望的。这个月初，这个姓陈的查甫人传信息叫厝内人救济，因后爸找入去林俊贤斗3天，经过1礼拜看海救人，林俊贤除了当警关系，也讲好康在有定位坐标。他就是每一天那几天，每一天他都有一个固定时间，短短的，刚好有个空档，他可以传简讯出来。还有传定位出来。这个姓陈的查甫人用一份模式的对话，冒险和家属详细地点，不过要求千万唔通讲园区的名，过年也过换地点。好家在人怎么已经平安回来，家属也放心。我是感觉人生的起伏相大，大概接近短不到5天的时间，我认为那是不可能的任务，但是有帮助我今麦心里面的石头真的可以慢慢的放下来。会当伫咧过年前回来家出人，做人家团圆饭。这个话家对这个姓陈的查甫人来讲，袂输跟他做一场恶帮共款。所以民众对迄种讲伫咧国外有薪水正悬的工作要找你去，就要特别注意，目睭八卡大蕊的，唔通互伊骗去。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政治消息，TikTok 抖音平台最近咧传一段影片，内容是民进党的总调郭建明，伊讲台湾伫咧民进党的手头，会当讲是暗无天日。郭建明出面强调，这是画面过假影片，已经报案要提告。他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一定要出这种烂招，大放厥呢？因为他们要扶摇至今，因为这几天这是最关键的时刻。若这几天以后，台湾3赢被射，他们可以为所欲为。他们通过这种违宪的3个法案，是完全让台湾民主扼杀，让台湾亡国。刑事局也将会受理这个柯总道对于这个深伪 AI 的这个案件，那我们会立即来做一个辨识以及进入来做侦办。那我们也呼吁民众不要来做一个转传，以免触法。郭建明呼吁民众唔通分享相关的影片，才袂犯法。内政部长刘世峰表示，经政署初步调查，这个影片源头是伫咧境外。刘世峰认为，真有可能是有人借机会要甲民众洗脑，提醒民众千万唔通互牵去。立法院3读通过在违法的修正案，要调整各县市税金收入的分配，中央就要加拨3753亿出来，予地方政府。行政院烦恼这新法会造成地方政府编预算的时阵三波涨，嘛希望讲这钱拨予地方了后，中央的业务嘛应该爱交予地方家己办。仓促的修法情况下，它是贸然的改变现有的财政次序，是另外一个分配不均的开始。立法院会20日国民党甲民众党的联手之下，3读通过财政收支未分法修正案。行政院23召开记者会，讲出细节争议，认为新的法伫水平分配之下，会扩大城乡差距，徛伫分配嘛严重弱化中央的财政，冲击施政的能量。部分的地方政府，它所获配的财源会超出它的税出所需要的。换言之，地方政府完全不需要去自筹财源，只要中央的挹注财源，它就足以指引它的一个支出，那么造成中央跟地方财政的一个不平衡。钱应该随着市选来移转，所以中央所承接的一个相关的一个生活的业务，包括劳荣津贴、劳健保、省立学校、省立医院等，将近1000多亿的这个部，也应该要回归各地方。修法了后，中央爱加拨3753亿予地方。主计总处表示，地方的交通、观光、甲农业等等的建设，中央若无预算协助地方来支援，会影响台湾未来平衡的发展。交通部长陈世凯嘛讲，烦恼相关工程的时间会去前调。很多县市的这个铁路的高架化，还有捷运的建设，都需要中央很多的这个经费的挹注，而且原物料还在上涨。那我们很担心说，如果经费不足，那我们完工的时间可能又要再往后拖蛮多。法律嘛明定，新的法会伫公告了后3天生效。有风声讲，绿营可能会透过总统唔公布、行政院长唔复述等等的手段来反制，去互国民党批评是违宪。是要用行政权、司法权
瘫痪国会，让国会3读通过的法律完全无法运作，实质要架空国会、戒严国会吗？用立法院来瘫痪你的行政权，这些毁宪乱政的做法里面，我们相信，府院会有相关的因作为之外，人民是最后的关键裁决者。针对在违法拿到持续交锋，行政院敢会提出复议？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强调讲，一定会以合法、符合民主的方式来提出救济。记者综合报道。宪法法庭今年3月有受理一个释宪案，内容是针对民国95年以前性暴力犯罪监拿20年追诉期的规定，敢有违宪？不过，即马宪法诉讼法修正案三读通过啊，规定大法官若要宣告违宪，同意违宪的人数上无都要有9个人。民团烦恼这新法会影响到违宪的宣告，无法度保障绩效的权益。守护儿少，为爱释宪。守护儿少，为爱释宪。大声发口号，希望各界关心未成年被性侵害被害者法律追诉期无够问题。真侪公民团体斗阵发声，相关伫上世纪遭到性侵的被害者，因为根据法务部统计，最近10年来有将近700例性侵的被害者提过了，因为超过追诉期时效无起诉，互加害者逍遥法外，所以协助因提起释宪。性暴力幸存者其实呢，他们都经过了10到20年才敢有自己的表达，就是说，当他鼓起勇气想要向外求助，想要寻求司法救济的时候，其实已经来不及了。希望透过这样的过程，让所有的幸存者可以有创伤复原这样的一个状态。那虽然这条路很漫长，但我相信就有赖各个团体组织的这样的一个互相协力。宪法庭已经伫3月受理民国95年以前对性暴力犯罪只有20年追诉期的规定，是不是违宪的释宪案？不过，伫法院2早3读通过宪法诉讼法部分条文的修正案，规定造成违宪选举当期的大法官人数明比9人较低，后面烦恼宪法法庭可能会无法度顶当。上礼拜5通过的新的修法提高了这个门槛，不仅对于人民的权益保障没有办法达到，它更是一个退步的修法。人民基本的一些权利，但却因为这些朝野的这些纷争的部分，可能导致人民未来的权益都无法来进行诉讼。你也难想象有人瘫痪我们的法院系统，让未来的法院无法运作。在保障绩效权益。参加团体除了希望调解减少恶斗以外，也向大法官发声，希望因会体谅至少被害者的特殊困境，和特殊救济，延长合理的追诉甲求偿期限，也呼吁性暴力幸存者加入共同实现的行列。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台铁公司化了后，第一年亏损按120亿，是比前一年114亿搁较济。不过今年台铁卖便当的收入颠倒有可能会创下历史新高。台铁协会表示，铁道协会表示，台铁的了钱都是因为车票优待负担伤重啊。协会是呼吁交通部要规划好势，若无了钱的问题永远都未解决。早起9点半，60块的排骨便当已经拢卖了啊！100块有肉有菜排骨便当卖了真好，唔是食饭时间，也有真侪人排队要买。我买6个。哦，觉得他们便当是好吃，好吃。它还有一种那个控肉的更好吃。就是我们如果有出去旅行就会买，一定会来。对，就怀旧的感觉。台铁便当伫咧2024年开发真侪新的口味，销售金额也创历史新高，超过疫情进前的7.48亿。不过，伫咧运输补贴一直了的情形下，全年实际亏损的数字可能会到120亿，比去年的117亿还佫较侪。董事长杜比讲，公司化挂牌营运了，增加真侪必要支出，也有车伫咧大估了的费用因素。未来伫咧资产开发收入增加了，有机会伫2026年现金流的损益会当拍平。如果台铁在这件事情上，它有被政府认为说有一个债务问题的时候，那是不是在政策补贴的这些办法跟政策上面，应该要给予更多的支持？产业工会讲，公司化一开始是为着安全，不过若未来公司的收益拢寄望伫咧资产的开发，恐惊是忽略运输本业的亏损。铁道协会也讲，票价关系到运输本业长久稳定的经营，另外也会考虑个人化社会优待票的补贴，就要由政府来吸收。定价的调整，亏损就是那个社
切的裁员的挹注，这两个会是重点的核心。第二日今年9月董事会第一遍讨论票价要调起的代志，但是被退回，到即马拢无再讨论。交通部长陈世凯伫最近定调讲，代替票价到2025年春节进前是袂变动，伫咧春节过了会密切的讨论。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国际新闻，巴西南部有一台细只飞行机摔落来，包括驾驶在内飞行机顶一家40个人拢过身，那地面有17个人受伤，事故原因要搁咧调查。对天顶翕落去的画面看到，飞机摔来时阵所经过路线，被弄到的厝的厝顶损害严重，还有一寡范围小甲乌草搭，消防员正伫咧现场处理。这台飞机是先去弄到一支烟筒，过去弄到一间厝的2楼，上尾摔的一间家具店，零件还佫分配到附近一间旅馆。官员讲，地面上受伤的人已经送病院。这台1990年出售的派博 PA421双发动机飞机，当地时间早起9点外，伊对附近的卡利纳机场起飞，要飞去圣保罗州的朱恩迪埃。迄当阵天气无啥好。O Estado está todo mobilizado aqui para dar o atendimento necessário. A gente tem 14 pessoas que foram até aqui. 过几天就是圣诞节，所以这个时阵发生空难。格拉马多伫咧山区是南大河州上热门的观光地点，尤其圣诞假期伫咧遮规拢是节庆的气氛。格拉马多今年初受到苏武境内大水侵袭，造成几60人死亡，基础设施损害对这个州的经济造成严重的影响。公司新闻黄文玲编写。来看美国总统当选人 Trump 伫公开活动发表谈话 ，Trump 批评巴拿马运河的过路非常贵啊。Trump 放调讲，巴拿马若唔减收费用，就要甲运河控制权收倒转来。另外 ，Trump 阁讲美国干那查甫甲查某这两种性别。Trump 就任了后，就会随甲跨性别者赶出军队甲校园。美国前总统川普伫咧亚利桑那州红红县的公开活动讲，巴拿马运河当初是美国起的，要将送互巴拿马，不过巴拿马忘分赔去，对美国的船收正关的通行费。除非巴拿马政府降低通行费，那么伊上任了，将会收回巴拿马运河的控制权。You got to treat us fairly, and they haven't treated us fairly. If the principles, both moral and legal, of this magnanimous gesture of giving are not followed, then we will demand that the Panama Canal be returned to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in full, quickly, and without question. 巴拿马运河全长82公里，通过中美洲的地界。美国伫1914年起好，美国前总统卡特1977年签条约，同意巴拿马伫1999年摕到完整的控制权。美国是巴拿马运河的上大客户，每年大约有3%的货物通过这个运河。中国是第2大客户。川普日前伫伊的社群媒体发文，批评巴拿马运河对美国的船卡油。也批评中国对巴拿马运河的影响力愈来愈增加。按考试讲，运河控制权和派人提起。也那巴拿马总统穆尼诺也反驳川普的话，伊强调巴拿马的主权未让步。El canal no tiene control directo o indirecto ni de China, ni de la Comunidad Europea, ni de Estados Unidos o de cualquier otra potencia. 川普伫咧2日这场活动。除了讲巴拿马运河的话题，也强调明年1月20日伊上任的第一天，就会签行政命令来结束美国军队甲校园的跨性别乱象。同时也讲，杜兴伫这边总统大选，互伊获利诚多，所以暗示讲，杜兴可能会让继续留伫咧美国的市场。Billions of views, billions and billions of views. They brought me a chart. And it was a record, and it was so beautiful to see. And as I looked at it, I said, maybe we got to keep this sucker around a little while, you know. 另外，川普也讲，伊会赶紧甲各国总统普京见面，讨论结束俄战争，也将会重新甲北美上悬的山号名。因那英国金融时报2日报道讲，川普也计划伫咧伊就职之天，就和美国退出世卫组织。公司新闻金元庆编写。
便若拄到万圣节、耶诞节即寡节日啊，被捕的警察都会变装打扮去掠嫌犯。即道呢，警察是伫咧一场耶诞派对掠到3个毒品嫌犯。美国囡仔册作家苏斯博士所创作的规身躯拢亮满的鬼精灵，穿圣诞老人衫，突然间出现伫咧秘鲁首都利马的路的，手内一个举一支大钢锤啊，一直讲这间灵体大门，门展开了，内面的毒贩当场被抓，一个抢出毒品甲现金。Pasó desapercibido la presencia de Grinch, fue el que inició el operativo, rompiendo la puerta de acceso y bajo la figura de flagrancia logramos capturar a estas 3 vendedoras de drogas que hoy día serán puestos a disposición de la autoridad judicial competente。规定前这个角色伫咧囡仔册内面是一个专门偷摕别人圣诞礼物的正义的角色。这边警方用这个身份做暗号，执行秘密行动。因为装扮成做鬼精灵的警察是来自国家警察绿色中队，是特别行动部门。进前因也捌装扮成做超级英雄，也个恐怖电影内面的角色。因这种身份去掠人时阵，嫌犯定定就是讲因是真个变笑的，所以较无防范的心。等到发现因是警察的时阵，已经袂赴啊，当场被抓。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镜头倒来到国内，去年6月到7月，有2个查甫人伫桃园机场禁航区背无人机，影响到机场飞人机的起降，互依照民航法甲刑法起诉。不过法院认为无法度证明这2个人用强迫的方式危害飞行安全，所以是判无罪。店内所查无人机清查飞行记录，去年6、7月之间，台中姓连甲姓黄的2个查甫人被查到真济摆无申请得到民航局的同意之下，伫禁航区操作飞行无人机，煞致使机场暂停飞行机起降，互检方提起公诉，连院判2人无罪，应上诉。并无证据足证被告以强暴、胁迫或其他类似方法危害飞航安全，仅属同法第118条之1第1项之行政处罚范畴，应预知被告无罪，本案仍可上诉。桃园地方法院审理的时阵，2个查甫人承认客观事实经过，毋过否认有危害飞行安全的犯行。被告律师主张，姓连的查甫人因为替建商拍广告，才操作无人机，主管顶权无存在用强暴、胁迫的方式影响飞行安全甲机场安宁的故意，地院同意。本案严重危害飞航安全，本署将于收到判决书后提起上诉。桃园机场公司人员做证表示，8摆侦测到无人机伫机场禁航区活动，甚至造成跑道暂停起降，那严重可能致使飞行机失事或者是发生重大意外。地检是表示，目前是还未收到法院的判决书，收到了后会搁进行上诉。记者综合报道。顶礼拜5到礼拜国际音乐节伫高雄举办，毋过有一寡证据。有工头枪指控讲，本地客局是签3天，煞临时放太点钟，有一寡卖票的活动向向改做公开活动，引起消费者的不满。表演者热情表演伫台卡林调说真冷清。这场伫高雄举办的音乐节活动有公道性指控，签订3天劳动契约，是因为领调无如预期，缩减着上班的时间，甚至第3天互要求唔免上班，错过影响48人。说让我们做满3天，然后每小时200，然后做9个小时，所以我们第1天其实就已经少领200块了。第2天下班回到家了之后，他们直接在群组单方面的跟我们说啊，直接取消我们第3天的所有的工作，这会违反劳基法第22条第2项的规定，可处雇主2万至100万元的罚款。因电视新资料证明时间经验拢改过，最后1天甚至袂调。市府劳工局表示，这涉嫌违反着劳基法，但是主办单位讲，正在是委托高雄厂商找热心的工读生，无要求一届3天拢爱到，薪资嘛拢有付。我们公司其实没有跟工读生直接签订所谓的劳工契约，我们当初透过高雄当地的厂商协助我们去找工读生进来。这场音乐节连续办3天，官网售票，3天票上悬将近2万块，单日票嘛将近3000，所以领调无如预期。主办单位紧急伫21号宣布，活动最后1天发票第当入场，嘛互一部分买票的民众非常不满。有花钱购买票啊，第3天可以进去；没购买票的也可以进去，所以他至少要处理第3天的退费的问题。
主办单位表示，会退第三天的票价，若是买3天票，就会退1/3。除了官网，嘛伫活动会场外口提前来通知，是否回应？若消费者有疑虑，会当申诉，伊嘛会通知业者来说明。记者王刘婷、陈hen坤报道。卫福部进前有预告草案，要限制西药厂商甲患者药单的资料传去中国、香港甲澳门，这新制上禁止控制6年实施。安尼药界是强调讲，国产药品的原物料有50%拢是为中国进口的，新法若通过，这欠药的问题恐惊会搁较吃力。民众去医疗院所，互医生看了后，会摕医生开的药单去药房领药啊。不过为着避免民众就医用药啊、甲临床试验等等个资会流出去，未来会禁止药厂甲患者药单等等的资料传送去中国、香港、甲澳门等等的所在。针对这点，西药代理商工会名誉董事长陈世雄强调讲，药厂袂甲病人药单的资料泄露予中国，而且目前两方的关系无好，若正式公告做法规，恐惊会引起中国的反弹。因为目前国产药的原物料差不多有50%是为中国来的。烦恼未来欠药的问题，恐惊会愈严重。那我们又有1半以上的原料是从大陆那边需要去取得的。那如果把它政治化的话，那将来就会有很多的问题产生。它可能在其他国家，除了港澳，其实也有公司存在。那到时候其实从其他公司再传过去，其实也是一样啊。所以说必须要一视同仁，全球一致，而不是针对性。卫福部是锁定一个预告，限制西药大卖甲小卖业，甲当事者个人资料国际传送去中国、香港甲澳门草案。小署副署长王德元表示，草案是根据个人资料保护法。原则上，每一个国家拢受同款法规的保护。不过，考虑中国各自相关的法规也未修治，特别修正行政命令。在横着大陆地区之个人资料保护相关法律以及法令的规范并没有完备，那以及大陆地区跟港澳的数据交换合作是很频繁的。那为了保障民众个人资料安全，所以我们才会依据个资法来限制西药批发、零售业者。小署指出，这个草案的预告到明年，也就是114年2月17日，会持续收集各界的意见。为了减少后续产生营运的冲击，上紧在115年7月，先针对西药大卖业来实施，然后西药的小卖业上紧在116年7月份实施。记者综合报道。台湾人着喙腔癌的比例是全球第1。为着民众的健康，卫福部预告槟榔健康危害防治法的草案，未来卖槟榔爱定期配合检验，嘛要比照危害防治法，禁止民众伫咧公共场所食槟榔，包括未成年甲有心人，嘛规定袂使食。业者真实手伫包槟榔，台湾槟榔过去是定定三不管地带，为了民众健康，卫福部有告槟榔健康危害防治法草案，民众卖槟榔必须登录核准，而且配合检验，而且要比照危害防治法，并且公共场所禁止食槟榔，未成年甲有心的成年人也袂使包槟榔。不过，建议原住民族具有传统文化，这以有使用槟榔必要的，无受这个规定的限制。如果一旦上路以后，我们才会定那些执法规。当然执法规我们一定会考虑到是小摊贩，会有经过一些宣导跟辅导的措施。那限制业者也限制捕食槟榔的人，像是禁止捕食场所，也包含客停车、甲游览车等。若是违规的，处2000到1万块不定罚款。不过有捕食槟榔习惯的民众看法是无同款。你影响到别人，就是你自己的不对了。所以我蛮赞成说，你那个大众运输工具有没有跟自己的运输工具，这个要区隔到很清楚。管太多了啊，很多人的生计呢，对不对？种槟榔叶的，种槟榔的，都去跟那个看是大还是佛冈山去吃素好了。我交流道的高雄这条中安路有袂少槟榔搭。业者讲，槟榔近年来因为健康酸多种因素，生理经络超过50%，利润也愈来愈低。烦恼这专法限制呢，一旦实施，恐惊互已经拢切落去的槟榔产业会更较害。现在已经都快生存不下去了，还要限制一大堆，真的槟榔也快走到祸端了啦，不用再花什么限令了，现在吃槟榔越来越少了啦。捕食槟榔可能造成喙癌者健康的危害，业者讲会使理解政府考虑，不过希望政府会使互缓冲期，也是辅导业者来转型，互社会基层的点头，甲消费者一寡生存的空间。记者综合报道。即马是数位时代，大人囡仔用手机的时间拢愈来愈长啊。不过网络环境就需要有分辨能力，上害可能会影响到囡仔的发展。
有学者就指出讲，台湾的性平教育无完整的教学资源，教材更新的速度嘛无够紧。希望未来教材规划会当增加情感教育的部分，帮助学生表达家己的情绪，避免刻板印象。网络时代会当看到愈来愈侪囡仔手机仔摕条条，甲朋友开讲拍游戏。毋过，这囡仔敢会当分辨网络面顶的资讯是同学互相滚爽笑，也是有性别歧视。面对这款状况，教师团体指出，目前性平议题课程分散伫各种学科，加上更新的速度对袂着网络的速度，学生无法度完整了解，建议爱跟制定各种性平观念的线顶教材。咱会当把这个性平的教材吼变成做数位化，咱把这个互动式的教材藏起来。不管是伫外远的所在，不管今仔日老师的专长到倒位啦，咱拢会当互老师和囡仔拢会当安心啊，好好啊学，甲好好啊教。教师团体表示，性别歧视的言论伫网络真接看到，平常时建立性别平等的观念真重要，也会当减少校园性平事件发生。另外，也有学者指出，查甫屈出爱家己解决，这是社会对查甫要有的刻板印象。学校的教材也较少讨论到查甫要安怎表达家己情绪这部分。可能男性伊伫咧，伊感觉有一寡忧郁，一寡 emo， 阮遮也是一寡无欢喜的时阵，伊会当安怎去处理、去排解、去调解伊的情绪。我想这是阮未来会当去建议去修正的一寡部分。面对数位时代，性别歧视对网络到实际生活当中拢有可能会发生。目前学者民团拢伫公听会指出，性平教育的教材无够完整，其中包括建立情感教育、性教育、多元性别的观念。另外，也需要推动把性平放入去教师培育的必修课程。立委举办公听会，希望收集各界的看法，正做未来修法的参考，互校园环境更较友善。记者张家的林玉凯台北报道。来看花莲的黎明机构收容智能障碍者和自闭症的患者，毋但有规工照顾的教养院，嘛有庇护工场。希望这些身心障碍者少年的时有机会甲行入去社会，食老来嘛有安心立命的所在。黎明机构在47年来坚持人道精神，嘛得到吴尊贤爱心奖的肯定。牛奶包，你好，妮妮，陪我观察看看哦。唔惊青春，骨力招风。黎明心脏庇护工场的老师带一群身心障碍囡仔来摆搭。伫花莲的黎明机构是专门照顾智能障碍者、自闭症患者的单位。因自1977年创立到今，已经行过47档。因毋望智能障碍囡仔通有机会培养能力，参与社会。你会不会紧张？不会，真的喜欢跟人互动。像他们有一批是学生，他们是这边做啊，我们是负责他们做好的东西，我们拿出去销售这样子。庇护工场照因的个性甲兴趣分配工课，不过黎明机构嘛指出，这囡仔甲因的亲人原来会老，尤其智能障碍者功能退化比一般人更较紧，生病老的议题是愈来愈重要。多半都是有多重障碍，所以他们的退化速度会比一般人还要快。不管是像我们现在的动辅，或者是音乐舞蹈，或者是职能上面的一些辅助治疗，都很是希望帮助他们更多的刺激，延缓他们的老化。障碍程度有分轻重，无法度自立的黎明教养院会使协助安迪通过规工。像秀梅是细汉时发烧退袂落来，佮昏迷1、2个月，影响到智能发展。今年已经50几岁，这几年伊的行动佮认知功能愈来愈退化。秀梅的阿母讲，当食老啊，顾甲真吃力。若是无教养院通安置查某囝，伊上烦恼的，就是有一天伊若先走，囡仔要安怎？大大迄车足济，伊嘛逐个直走。伊即落囡仔无一定讲会比咱大先走呢，无一定咱先走嘛，无一定啊。主要爱有一个寄托啦。黎明机构毋望请做服务对象的第二个厝，互因对少年到食老拢通有人陪伴甲支持，嘛帮助因的家庭减轻当头的压力。黎明机构9年坚持的人道精神，嘛得到吴尊贤爱心奖、慈善服务奖的肯定。因除了表示感谢，嘛希望社会通重视这个议题，给因支持，互黎明机构通久久长长，陪伴需要帮助的人，对黑暗当中行向天光的迄一日。
记者卢尚祖、郑俊佑华联报道。第一届全国台语政策民间会议起稿，主办团体台语政策推动联盟提出3项诉求：第一是要求政府要成立台语的专职单位；第二推动台语成做地方的通用语言；第三推动台语成做学校教学语言。期待政府甲民间合作，台语发展大成功。第一届全国台语政策民间会议伫礼拜举办，有侪侪关心台语发展的民众来参加，希望推动台语正常化，嘛呼吁中央地方政府爱成立台语相关的专职单位。大多数人使用台语无一个专职的部会，所以民间呢提出要有这个台语发展委员会，我完全赞成。台文系教授柯慧茹指出，伫1915年，台湾有8成的人母语是台语。目前政府的本土语言政策受过强调文化甲传承，语言脱离日常生活，因为错误的政策，互华语、英语变作共通语，台语、客语、原住民语，互人藏伫咧本土语。伊认为应该调整过来，甲台语、华语变作台湾的共通语，客语、原住民语藏伫咧本土语言课程，甲英语改做重要的外语，安尼台语就有法度恢复伫日常的生活来使用。客话甲原住民的语言是族群语言，但是台语是通用语，所以台语毋是讲倒一个族群的人讲的语，伊是应该是台湾过去中文来进行台湾人大部分台湾人讲的语言，而且袂使阁想要讲即寡恁拢本土语，所以恁就拢做共款的代志，恁就拢伫咧课本内面就好。柯慧茹表示，本土语言政策目前敢若伫咧文化部、教育部咧推动，伊认为其他政府部门嘛要对咧重视。台语政策推动联盟讲，一天的讨论只是头一步，接落来会用实际行动来落实台语政策，互台语的发展变做目标。记者陈阿选、柯敏哲台北报道。根据统计，今年到11月为止，婚礼的员工人数超过2000万人，北港朝天宫940万人上座。为着要让游客更加方便行搭，县区要引进公共铁马，上近几年进前就会开放使用。民众坐高铁来到牛年出站，只要使用 QR code 扫描，就会当直接坐公共自行车来到邻近的景点行行，和游客和民众感觉真方便。有蛮多人使用的呀。对啊，有时候都会没有得起。脚踏车都会到，就是这个点到下个点都很方便。方便啊？怎么说？因为都有很多的点，那可以让我们停啊。为了促进观光效益和交通便利性，文管府去年8月份导入公共自行车的租赁系统，目前总共5乡镇141个点，每个月租借人次为7000人，成长到5万人次。现在将国增加4个乡镇的设置，弥补大众运输接驳不方便。会在土库、水林、口湖跟北港4个乡镇再推出300辆的MOMO共享单车。那我们在明年的春节前会来把它设置完成。文管府表示，根据观光署统计，今年1月份到11月，云林县的观光人次已经突破2000万，其中以北港朝天宫945万人次上座。现在将国设置4乡镇公共自行车的租赁点，希望会当让游客慢慢行入云林来耍。明若有其他乡镇有需求，卖评估纳入。记者向云林报道。嘉义县嘛咧拼员工，今年是结合在地资源，举办高山地展览。为拜六开始连续9天的展览甲体验，配合旅游的路线，打造产业主题馆，介绍阿里山的地区甲咖啡园，希望推动在地产业的发展。地艺术透过体验活动，教民众安怎来片地方看地势、入捌地知识。嘉义县太和水利埕顶石岛水访5大地区的地路，甲嘉义县政府做伙伫中部农会来举办高山地岛的活动，有特色的地质体验，阁有产业文化的展览。我感觉今年的茶都真正做好耍，做趣味的，然后内容拢做丰富的。对嘛足侪咱嘉义家己在地的茶农伫遮咧摆摊。咱占咱嘉义地区地产量上侪的所在嘛，对。今年其实品质。数字有比永年较少一线，产量较少，但是品质我感觉比永年拢较提升。为12月2到29的活动展览当中，有地甲咖啡的文化产业馆，内底唔但有紹介地农、咖啡农以外，佮結合產地甲觀光路線的規劃，互民眾看展覽的時陣，嘛更較入捌阿里山區的產業特色。
我早有去体验茶加 whisky， 迄真正做袂歹的，嘿，迄第一届看到。啊，啉起来嘛，就顺口诶。透过这样的展览呢，把台湾的茶给推出来，尤其是嘉义的高山茶，我们也有5大茶区的一个体验，然后360度的一个环境。那也包括说，我们有把茶跟艺术、跟花艺、跟我们的精工，全部都会结合在一起。除了活动的举办以外，嘉义县政府嘛邀请国内10间旅行业者做伙来签合作备忘录，希望透过旅行业者的资源，让产地甲产业会当透过观光带来发展。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台南咸水的柑仔米真出名，不过今年做风台，阁有家庭仔不三时就飞来田里偷食果子，所以今年产量拢总是减5成。农民上过来上过去，咧找较红的柑仔米，甲挽落来。台南咸水咸粉地栽种的柑仔米，即阵准备通采收，不过今年受到风台雨水济影响。地属人花期无介理想，佮加上家庭伫遮生拖甲真厉害，农民无奈讲，鸟仔有时捅一喙就无爱食。估算今年产量平均过减5成。现在好像秋天好像突然跑不见了。植物上在应付这个极端气候，应该是会拄到相当的困难点啊。番茄虽然是严重，但是番茄伊是陆续会在采收，啊，伊陆续成熟的时候，虽然它量不大，但是鸟啊足多。啊，根本就红袂好通啊食。田沟底一粒粒柑仔米拢是互家庭捅过，农民慢慢单调，就惊暖气造成病虫害。针对鸟仔定来田林糟蹋，互做事人头壳冇咧烧。农民讲各种无共的防范方法拢试过，去头用红胶球，嘛用过红胶布，即阵就算用泡瓦来吓惊，嘛无啥效。因着爱人伫田林过，无到时规缺会互鸟仔食了了。伊就是伫远仔咧行。行，伊就咧痛，就是说它的危害程度比一般的鸟害更严重。即摆政府规定讲，我袂当泥盲啊落去掠，因为惊去掠着类似像咧保育咧，若有人去检举会罚钱，所以我拢唔敢去掠。就只好用赶。这个问题我会甲中央来反映因为八哥这摆影响越来越大的话希望能建立中央研拟一套来处置的作为给地方来依循外来种的家庭数量一直在增加，农民指出这个问题应该政府要来斗相共，希望政府通比较掠青皮笃定的奖励方式来防治这款外来种。记者上台南采访报道。西班牙加泰隆尼亚当年耶诞节传统是推出一款当日摆设的灰红仔。这摆设米伫咧当地其实代表财富加特别。今年上手签的红仔是美国总统当选人 Trump 的造型。西班牙巴塞隆纳这间艺品店的门口有一尊红仔靠遐伫咧摆边，店内最新的红仔也拢是褪裤摆边。今年卖了上好的就是川普。I mean, of course, you gotta get Donald Trump. Like that one's the best, just the president, the next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again, and everything. And it's just funny that you can get one of him pooping. 这种的红仔听起来敢若无啥文雅，不过伫咧加泰隆尼亚地区，这是一项正特别的耶诞传统。上早的历史是17世纪末，一间教会耶稣诞生场景的红仔内面就一尊是无像人躯的迄当阵的人认为摆圣杯代表肥料加财富运势。那摆边也是上瓦棍生活的艺术气氛，摆边红仔就安尼保存落来。每年到耶诞节，真侪人拢会买来送礼，或者是采家己厝内。伫美国总统大选期间，红仔的销售量也成为选情的预测指标。El caganómetro es nuestro medidor de ventas de la web o de las tiendas, ¿no? Que nosotros vamos viendo, pues si Kamala se vendía o se vendía Trump, ¿no? Entonces veías que Kamala se ha ido vendiendo, pero no en exceso. En cambio, Trump ha sido devastador, ha pasado arrollador. Igual que en las elecciones, ha sido lo mismo. 这种的红仔传统的做法，是甲黏土放入去1000度的窑内面烧甲定型，过来用手工画色。即马制程一直伫咧进化。红仔的形态也愈来愈多元化，家庭菜红仔大部分拢是话题性的人物，有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俄国总统普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北韩领导人金正恩，连阿根廷球星梅西加西班牙球王纳达尔也有，一个韩国流行游戏的角色。网络顶也出现复仇者联名的超级英雄系列，大家酷规版真趣味。
Es algo diferente, creo que no se ve en todos los lugares, no había experimentado que las figuritas estuvieran así, pero es bonito, es curioso, es algo inusual, creo que lo recordaré de España. 对政要名人到一般百姓，无论是啥人，拢爱通过区的所以这种百变红仔刻画出真实的生活形态，也正是加泰隆尼亚传统的特产。业者估计每年耶诞节会当卖3万仙红仔。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辑。天气报你知，再来关心下半晡的温度。北部地区16度到18度，中部地区16度到18度，南部地区16度到19度，东部地区16度到20度。 外岛地区12度到18度，各有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下晡新闻，我是陈怡晶，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